大人此去路途遥，我等无苦为尽，只有喝酒一杯，为他人。 亲。
在
妻儿不此生，是夫人托付高堂上京城，沿途乞讨你受尽苦，为我找寻他清心。今日天明得上京，真不怪今情。可你为你这心做什么？老爷夫人。王妃之意好心善，怪乃夫妻忙去情，想起我的地方情，不与我这四日交随心。那年彩虹开闹，随风草绿真飘零。多谢你父虽累我，内外夫人反我情。生爱更发第四年，天涯海角不知兰君，你莫要悲伤，老爷一生和养之福，定能为你发布公告，寻找亲人。是啊，兰君本府为你做主便是。谢老爷夫人。哦，兰君，你要慌，走动。哎，大人，乡亲们来了。哦，乡亲们来了。大圣梦愿前往边疆，老孙我备了3酒一杯为大圣送饮。今天大圣生生之福，老孙我又备3酒一杯。为大圣接风啊！谢大圣快了吧！
大圣梦愿早许今生之福，多亏了夫人的吩咐啊！老人家，夫人的恩情，千年之传铭记在心。可是乡亲们的恩分，千里永远不会忘记。我杨志远加岁进到，是我表叔来了。大人公事外忙，吾等告辞了。我等告辞了。告。童儿欲请家大人，是。欲请家大人。前来迎接严大人，家子么？家兄不必客气，家表兄，哦，表妹，传见严大人。这是我内地来督推。表兄，表嫂在门口哈。托老天的福，而福安康。许蒙表妹许多贵子。表妹夫已晋升为后阳之妇，这真是丧喜临门，可喜可贺。表兄，你为何不陪俺当家，却不一起来？愚兄身为武官，因你立即为民表示，不因因为更显心诚。好，此乃为官贼自命之本。可敬可佩，严大人生前后阳之福，实为万民之幸啊！家大人在自立河阳园以来，弄之民风可好？这大人，这叫下官是哦是好哦，把喜妹都叫他为嘉庆天。哦。今知府大人在此逆时，为不与我夸夸的下去。这一名与新人名谁家自哪里？以何为生？从这将来。明日李少爷，我父亲名花李送家子后阳西门，父女俩正开离店多生，但是念他老爷醒来后阳，得来拦腰报。这一
能为你造些甚愿。这里是绝关的，不是公堂。这结婚姻虽不能生离公爱，你我听听不妨。欲何愿望，起来讲吧。念他人呐，我里送张无义，不言远，看他杀人去来天，明女我为我生愿去鸳鸯，公堂之上把鸳天，不言远落着东山听才明。大人，刘宋山人是小人到场拿我的，她是个疯癫的女子。大人，此公子爹难断言。你大人死不过分，命运我纵使纠结，也要交出命运。童儿在苏家刘宋文卷跌倒奔赴，我要必作验身。金陵挑去绿松岸，白露洒来为马枪。绿松上面扎太公，不怕我专程把风水上。靠他斧头来追究此情怕真修长。来，不对，大人。哦，原来是继父，我正要找你呀。找我？什么事啊？没有什么事，不过听说念大人要去留宋安郡，要重新复审。怕什么？我秉公对案，秉你行事。可是这案卷中还没有刘宋的口供啊！口供？圣正不争取者，仗争凶器起决，怕他何来？
哎，大年大人全面无私，这般是谁？啥日被他查，才有什么破查？破查？来，都对，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吧？没有，没有呀，没有。你为我少女走上青山径，你为我吊醉冤枉了身，错言我得了公安罪。不文字。恰为我随之带上城讲，继父，继父，此案究竟是何？你快与我从实地讲来。那是小弟才街上饮酒，见宋月子贩卖自保，他大于一张牛角，叫他连城啊！我要他们他去我死，不肯我先做，不过就紧紧跟在他的身边，坚持下去。他见势不妙，就急急忙忙好要吕布。看见。女儿必有隐喜。宋官，你为我是此惊慌啊！哎呀，你大姑我今日出门将女报，传言长家后小，但君他关心风筝不此地，我只得在马子报到不报。孙杰藏金一色，三言溜溜，要将这岳头来抢来。这是这还家之宝，还于这弄错，随我女儿苏兰君身上。那是一对了，有妙用。十小女上龙枪子曾经枪，宋官，你到底是何为的那股强马之身的你？我是他祖传之宝金国刀，我前若好宝出难道，为帮不测一身罪，节节从朝为颠倒。大人何等不样？是个无端生财，共产党吧。你可闯下大祸了！大帅，此人名花来人，生人冤牙多得，最后杨氏与民的一把。莫非他背后有仇？
老恶棍。你可得罪不起哟！这便是何事好啊？这便是何事好啊？义无愧，这里不是你居留之地，还是早早离开这里，心里女儿苏兰君去。哎呦！啊！你谁之身上？不要紧，不要紧，苏可为，死后不早了，你却恶心，明日还要归路你。多谢指点，名声我立即动身。啊！雷大伯，你快去报这下问谢去吧。官杀汉主臣，这是什么啊？这是将人言语消灭。这又是什么？那是小民的霸凌。杀人凶器，为何上于半半血溅？是我披萨时不曾上了孙子所说。为民是英雄所上过，与外官交来。女孩们看见，明才表切见，只在为民你所杀外官调来，何强天？你不是你呀！你是你！走！不是你！
了。生错去问康。我杀清水去错关，岂非是今日去落马？接二连三把我藏，将我锁在水上。继父，求继父看在几面，就地命恩是天，我有年我伤亡谁可怜？几地相随苦难言。倘上我安发谁能赢？记他定会伤心心断结。到那时家破人亡真见人，你也要伤心落泪。大天人民中官真帮忙，万是你对岸是谁错在前？是，你不去，我去。站住！下水井，招摇3年自愿官，却怕抽得一难免。几次上司来过身，只晓得完全不会来追钱。今日小弟闯了红，你再把往日情谊丢一遍，我才做了刀下鬼。哈哈，你言学想明报全。一句话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。哎呀，继父，不能再犹豫了，赶快想个办法吧。只有这个办法了。什么办法？你马上将刘松奎公告到水。可是他地势不着，奎公从何而来？有办法。好啊，这下小弟的命可保住了。赶快准备。是。
要走。哎，离了！季老爷可得？免了。速递刘松来见本院。是。带刘松。刘松不信经，此案已审理，杀死所有子与你不关因，你可以回家去了。此话当真，本院岂能与你撒谎？多谢千老爷。大人，杀死苏女子的凶手已换了工厂，还在死去老内去了。好，待本院据文上报，列等问斩。是。老爷，不知这杀人凶手他是何人？此案与你无关，不必问了。吞得明白，以后为去向众乡亲与故交代。怎么，刘松，你一定要问？那就告诉你吧，杀人凶手不是我别人，他是谁？是你女儿刘少英。老爷，是你女儿刘少英。
王，你在何远去绝前，我也难以再生存。妙龄少女真年轻，怪不是你孤花个金黄昏，真可以望梅剥落青梅落。老母为艰可怜。
姐夫啊，我是好不容易才搞到手的。你要做，万事要命。拿来。姐夫啊，你为什么一定要这个？上次没有这种牛做，我怎能进你府去见我的表妹陈夫人呢？上次不进你府去，又怎将刘宋亏公杀到万军之中？实不将亏公。刘夫人家大人来了，又来了，表兄，表妹，表兄，此事前来与我公公，别无公务，你我可别失去，再来细叙兄妹之情。事实甚好，表兄请坐，请。表妹，是今你做了副代夫人，万我从前一样用此清茶。清茶虽待，却能人心明目。哦，是啊。想当年，我为了救取功名，到此代死救援。啊，表妹，我能记取表妹家，你当风情谁藏？你曾色清茶，谁待能成心？距离分发转才华，你曾色清茶，谁待能明目？叫人取下变真假，今日又碰茶一杯，难忘当年一句话。我到记不得了。表妹，想你我兄妹情同骨肉，我这一点小小的心意，你就收下吧。表妹，他言语真气在心为，知心话中真情怀。我听参见谁心呀？
那表妹夫念大人啊，他怀着前呀立志，莫非在生有刘宋之案卷？那刘宋案卷放在桌上，等你妹夫回来也请慎用。大人功劳等，明天再看不知。放生一立案，精神恍惚，多于无事。愚兄昨晚审理刘宋之案卷，就因一时困倦，将公章失落在地，以致怎么也进案卷之中，赋予万生之公章？虽无万生之公章，但铁证事实，亦有何法？不，老爷立案英明，岂用敷衍应试？此事万人公章在此，请表妹将他放入刘宋案卷之中，也就是了。放入案卷之中，表兄，这吕宋一案，你可审清了？审清了，分明了，分明了。此次我就把公子放在案卷之中，也就是了。多谢表妹。今后立事，不要多加小心。是。多谢表妹。红儿来，当灯淡如。表妹，愚兄要告辞了。你先回家去吧。
要子刘宋，不让他反哦。窥见大人，你请坐。大人生于这欢，莫非我要死？快你等前来，相同一律送一案。刘宋问卷，想必大人已经升阅，了。想必大人已批遍刘宋战营，批定战营，须得本国万人，请得开国方可。童儿此去南京，一次刘宋，我要加大人远赴为生。是。大人，刘宋一案罪人确凿，铁案死伤了。大人，小人驾驭刘宋一向自改，是我听得喊叫，立刻赶去当场闹的呀。此经案卷已有记载。大人，此宫中刘宋公正不为，可人用言，3年2女他就遭了，还供出了赃证凶器，请大人过目。禀大人，吕宋带到，带上来。是，带吕宋。青天面前送暖情皇上对如您他人，皇帝要家园。外民吕宋与老爷哭退，对起对来，外民不公。本府问你，苏女子在你庭中系被何人所杀？讲。是我所杀，你为何将他杀死？将我奸贼起义，亏动为财吧！小生一生之才，何止作案，3更4段，自何凶器？立夫一把，你的孙子因我而杀。
自把上阵苏九子张真拒贼，你的女儿刘少英，尽管诬告官府无为好人，给当何罪？王大人宽他年逾母子，小人今日与苏女子丧命。把
等我上前问过明白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兰君，我们先回府去吧。你分明请于早些为夫，早起领位。于外力天，到一阵要强，放进于你怪
妹夫，家兄到此与何样子？妹夫啊！妹夫你最忙堂人，居能去明察去奥理结光，杀刘宋平民分，欧阳刮心几层层，金中兄色比年，要为妹夫来清风。今日我不想见王了，莫非有何要事？家兄在，你快这牛座。这牛座是我所以表妹问杀的，多谢家兄真情诚意。区区小事，何止挂齿？这是牛座做工精巧，玲珑剔透，真是无价之宝啊！是我所以表妹的，都说是何曾家这识的了？这世间喜遇之物，不知家兄从何而来呀？是你的来都队所说。来都队。家兄，请此往上去，我即刻便来。请。来人，速传来都队是。大人，来都队，方才听你几副言道，这是牛头，乃是你所说，下官不胜过。哪里？大人用心，何样之福？小人先吃牛脚，力表心意。夫人坚持牛肉，爱不杀水，可惜只有一者，不知。大人，就是这张牛脚，我是好不容易才搞到手的呀。不知来不对，此错从何而来？王玉所成。王玉，心生名贼，你把他叫来，我要当面从刑。这我是骂来的呀！哦，此所内自报上的，想必有一对，就是这一张。据我所知，何样看来自报上的据此一家。大人说的是。好，雷神有把家碎尽，押了下去。是，请。
珍宝，欲为何轻易转成假水晶？假水晶记得此珍宝，欲为何急忙奉送我夫人？
晓得的。就在苏考官被害的那天晚上，他急急忙忙跑回殿中，对我低低言道：有一公差当班的人将要要买他的龙头，想不到他当天晚上就被人杀害了。苏女之辈，你是何得知的？那夜三更时分，忽听客房有呼救之声，我闻声赶到客房，只见苏客官与那人相拼，那人模样打扮，身系黑披，身高体厚，肤色有力，还与我得胜。那人的左手被苏客官咬伤，此时来，凶手是谁？这你讲，这凶手是谁？你讲，你明知凶手他是谁，为何要言语受为？你滚滚下午寻死地，团上王法来真为。来，都对，你本师傅此错是从自保上帝买来的吗？何样成为自保上帝去此一家，老板从未经过这一珍宝，难与此错插嘴。是。那天下所有之没有做的，可是你。不。这种要错在数月之配自己，还在他本身身上，为何当晚却落在你的手中？生辰作祟来！大人，讲，继父，讲，好，我讲。去吧。大人，下官有密言奉告。什么？妹夫，实言实了吧？说是原是来人哎，是他杀人把赃在，民关系非儿妻。
岂无凶蛮逃跑？哼！你不要整整日子18年，不分早把当来的，我咱明年几正经，你也为金太娘来陪婚。梦里悲与色，对，讲。此人乃是一位赫赫有名的清官，也是个四品王堂，是我的表妹夫。你念天命。你气吞上神！请问大人，这只鸟照既是杀人不正，怎么会到你城府上随从呢？大人息怒，事到如今，我也不得不说，不得不讲了。是我的表妹，你的曾夫人为了吞吐越做一则，算是将家政加工，实在流送万军之中，这在此城他错。文玉，你念大人，结果6女之长子，一不查法，二不查问，也不念数女子的事，就草菅人命，这在披不了凶案，冤在了刘宋。难道你那结婚夫人就没有团章王法、无爱善良之才吗？难道你念大人就没有毒杀杀人之吗？我与来人誓不作戏，可怜妹夫你家破人亡，妻离子伤，请怪美名毁于一旦。我看你又比引火烧身了。这样，你还是你的4品年轻天，我依然是我的7品家之约，这又何如而不为你？方大人三思而已啊！刘宋一文章，我要再求传。是非大一多，为民心疼冤。你一生情吧，杀是张生冤。
修，望海四途两茫茫，清浊浑浑一自流，多多少少不平事，古往今来谁生居？刘宋几时安逸了？何不神山太清
与他葬在爱情之中，可惜我不知道家的。不要。天仙。
见他人。来人，假水晶，你等狼狈为奸，杀死正八圣人苏牛子，与贼配流苏，今夜查着才不用杀。聂天明，你团起了我的牛角，还想杀人灭口？此话怎讲？贼子，他家有问。你俩是自外才子难逃，本府也不怕引火烧身。可有公子？子帅，也姓你，你敢当堂陷夺？你敢当堂陷夺？宣统。两条生命源于眼睛
佛生命隐喻，来人他独在民做凶手，假水晶团长王法自动而怎知他世上卷在哪里？年天命草菅人民许规矩，叫他瓦工，米血瓦工。好，我先来瓦。大圣，大圣。呀，
其实把恩儿你。
夫
人。